众生平等啊，但是要占位置啊。这个位字，从古到今最麻烦的。以前有一位猪八戒剧的上师，他提到什么位字乃世间八法之根本，所以呢，座位要不要有一定的，不要定位。然后呢，所以呢，就是说真的啦，就好像，我们藏传里面也有这个问题啊，好像就是汉传里面也有，可能就也有这个问题。反正就是说，那些大德的高僧，他们来的时候就好像，就是都下面的那些随从者，他们要盯着那个位置，好像就很麻烦。这，然后呢？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也没有什么很多的道理了。这明明知道道理，这还是站嘛，这就是道理嘛。所以呢，多想想别人吧，就多想别人的。关心别人，想别人，这样就比较好，没什么太多的道理了。利益众生的目的是为了成佛，对吗？这就回答就很简单，对。这么简单的问题。还有一个。读经书可以吗？可以。读经书可以吗？我就说可以。卖经书卖经书可以吗？我就不可以。恳请法王开示，要把六字大明咒唵嘛呢叭咪吽法门传到汉传佛教，传达的人是否要每日修持，或是不定期修持观音仪轨？恳请法王口传六字大明咒，谢谢。这个可能六字大明咒，这好像也不。汉传佛教就做那些法事或法会，那像那些水陆大法会啊，那些好像多用很多的咒语，然后做法事。所以呢，就是但是有没有真正的这不敢说是没有了，但是。那些现在我们知道汉传的密教已经就传到就好像就传到日本，只有传在日本而已。但是现在就已经没有了，就是说这个传承已经断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只剩下的可能是只是。念咒的可能是念诵的部分而已，我们就没有这个精神咒语的精神跟这些修行方面，就不再就很少有这样的一个对于这些咒语的修行。所以呢，有时候我自己觉得可能是像藏密的一些修行。心咒或者修持心咒的一些法门跟口诀，来帮助
我们汉传的这些念咒的这些方面可能会有帮助。我自己觉得，因为藏密里面，虽然就是无上瑜伽，就大部分就修的是无上瑜伽，但是呢，也有一些瑜伽部啊，或者行部啊、事部啊，像这样的很多不同的密续里面，不同的密续的修行现今还是就是保存的蛮好。所以呢，汉传佛教现在所用的这些咒语，大部分是属于事部或者行部或者瑜伽部里面的咒语。所以呢，因为现在藏传里面有这个怎么说啊？可以说有这个修行跟传承精神现在的存在，所以呢，就可能是我们可以学习这些精神跟口诀之后呢，然后在汉传佛教当中，我们可以就是说，在做那些大法会然后就念那些咒的时候，我们可以自身有一个修行，自身有一个好像不是空荡荡的，然后就念一个咒语，好像是有一种不只是说，只是一种慈悲心，或者就是说空性而已，好像也有这个一种比较准确、比较完整的一个修行，这样子好像有帮助，我是这样觉得。然后六字大明咒好像也不需要口传吧，这个太普遍了，是吧？然后再来呢，最后一个我想提的是，刚才提到很多弘扬佛法的问题，然后呢，那这里面呢，好像可以包括我们佛法的那些道场、中心、团队、团体。现在这时候呢，我比较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是这一年，这4月的时候，我们在鹿野苑开了一个环保的conference 怎么说？会议。然后呢，那里面呢，我开了5天，然后呢，各寺院的代表人物也一起参加。我们就提到一些关于环保的问题，尤其是这西藏跟喜马拉雅山区的这些环保的问题，地区的环保的问题。然后那里面就是首先我们就跟佛法跟环保的佛法里面的这些环保的精神就我们就比较解释清楚尽量的把它就是可能就是怎么说发扬那是什么？不是发扬光大，好像推广、推动。然后那里面就有一个提到，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大自然的环境跟对于一个一个实修传承或者噶举派的一个弟子来说，有什么密切的关系？有什么因缘？那时候呢，我就觉得好像以前那些噶举派怎么说？那些不只是噶举派了，很多宁玛派的也有，好像也有很多我们的祖师大德，他们隐居在山上那些雪山泽日和谁？岩崖。山营中隐居在那里面，所以
我们真正的道场是一些大自然的环境，才是我们真正的道场。对，我们真正的寺庙就是那大自然的环境。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现在呢，我们就好像没有这个胆子去深上闭关了，或者没有这个能力去雪山里面闭关了，面壁3年就没办法。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如果你没办法隐居在山上，但是一定要保护我们的祖师的大德们的这样祖庭或者我们的道场，就像是那些大自然的环境，一些极静处，都是我们祖师大德们他们的修行所地，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真正的道场跟真正的寺庙，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他们。所以我们提到就道场的时候，就是说发扬佛法，但是我们需要一个很好的一个去处，那个去处好像就像那个道场或者寺庙，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现在很多人啊，那里建一个中心，这里建一个道场，然后就还有呢，我们西藏里面啊，就西藏的那些法师跟喇嘛啊，云游天下了，然后就到处都说，哎呀，我要盖这个寺庙啊，我要盖这个闭关中心啊，好像我要盖这个辩经院啊，好像我自己都觉得很对不起，好像就每次都要钱，然后就，好像，但是我们要知道啊，真正的道场，一个佛家道场的精神，不只是说盖一个房子，盖一个就成立一个中心，成立一个道场就可以圆满了，不是这样的。我们如果没有这个佛家道场的一个精神，那就道场就好像变成一个只是，就花了那么多钱，然后就到头来呢，就好像是一个很多的人聚在一起，然后呢也不对他们的修行也不是有那么多的帮助，好像就是混在一起，然后就彼此呢就骂来骂去，然后就彼此呢好像就很多工作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道场的精神，这个精神呢是什么呢？我们要一个建立像那些祖师大德们，他们隐居在身上，然后呢，他们很极静的，很平凡的，然后就远离这个世间的法，然后他们有这个在身上呢修处理轮回的这种法门，好像就现在一想到这样子的时候，好像很有这威德力，很有这种摄受力。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学这些，然后就是看这些祖师大德们的一些精神，然后呢怎么去成立一个中心，怎么去成立一个道场，是比较重要吧，我是这样觉得。如果你没有很好的道场跟中心的话，你想要有个发扬佛法也不是很容易的，所以大家都可能就要这方面呢，可能多留意，多学习吧，我就只能这样说了。然后呢，再来呢就是最后一个了，final 最后一个就是那个口传21度母礼赞。
对吧？基准值是21度目离赞。专门一些的对吧？报道的内容的都有结果的，这都有一个专门国际是说他当然没准备去下一步嘛，那这碰到过了，这把专门用来那日本嘛，这把这叫我是到这了，国内到这个嘛，到都我们这些人嘛，我觉得也只能搞这些他们没来的，对不对？就是他咱们这人用我就没得，反正这小半年你说的。所以我那时候就说给我知道，说完了他一那视频呢，就是什么的了，也记得不记得嘛，对吧？就去以后了，可能说花些什么都嘛，娘也没得东西，东西就是像也是拿来是打个说那么知道吧？他们就这我嘛，他说这边把都打球了去。我们其实嘛，朋友们查在了，这种情况嘛，今天给就老大了嘛，今天中国就给他讲完了，就把这些东西打工作看完，今天这边讲完干嘛到了，早晚上约了，这边了，把这什么就别说了，他们。怎么说？如果是说什么的原因嘛，就是这基本说他那么这么不了不了，就把都被叫死，现在这么是那种一个就是说我们今天都是人家这里我们那么城市人没了怎么弄？中国人这种那就是说这个什么现在这现在被我这中国人就一个月没有这么现在我这人就把这么的，我那么这么这些人这我这么的什么这种工作这些什么那么就我就过来基本上我就说了，现在那个就。我以为也正好被我写，我这就在这就在讲我的什么，就是说有什么我我这里一个我这里那么的，我真的我一般都是写吧，我这那把那他把这那这个我这那我一我这我那，这事情我来讲个对那些我这你要我怎么那个我这我娘的你们啥那样子不对不对，我你们这我这这一个日本我也是忘了这。这对的，现在这个红糖烧牛，人们这边介绍员，你们这来说，那么像那个大姐别也多么说，你们这来说有了没？不能搞这个什么，我说小牛的就是这个什么，你说了是说个小的，这个让你说就是你们这样就，常在往内你说啥这，然后那个样子，那个要求这个。有的话呢，过去的这种，你是生活的这种，就在那地方，假如说的话，你这边的说，你这我的是什么那样，就是我这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就讲给他们说就是这。他的确呢，如果真的想要那个六字大明咒的话，他的确的一样的。上个学期所以说老师不断就是大学就说也这个这个是不是等于找的这个现在这个学东的东西，觉得这学东没有掉的，我们这边你的这个你，当然就可能那么就这到说个就是一直我的现在不是现在这个手上的这种东西这些什么这种这些不都可能也知道不就是没有你像是准备到现在现在我懂我因为我。所以我一直这样这我这么多人都是这我哪来的东西也没有，跟我以前，但是你们念的有点，好吧，就是给慢慢念啊，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但是呢，我这有主要这个修了高的云的介绍的人说起我把第三个这个云的介绍的人第三个吧是，就难得说，就这样了。然后有些人可能会今晚就要走了，所以我就现在呢就跟你们说再见，说再见，然后就将来有。一定会有了，就将来有机会，叫我们就能够可以相见，然后就祝你们身体健康，一切都很顺利。